出嚟行啊，冇返幾隻公仔喺身，邊個俾面你啊？又唔一定有龍有鳳嘅，好似我咁有童真有愛心一樣得。人同錶一樣啊，手錶冇公仔點戴啊？大家好啊，又係 Happy Hour 嘅時間。今集咧繼續呢個公仔錶系列，講下 Timex 咧最新聯成 Snoopy 嘅系列。Timex 咧有89幾年歷史，大家都知㗎啦。而 Snoopy 咧原來今年都75週年，即係呢隻狗仔咧已經75歲。咁如果我戴呢隻錶咧，就真係男人與老狗。而呢隻錶咧係一對咁出，我亦都一對咁買，亦都係咧 Snoopy 喺太空為主題嘅系列。包裝嘅外盒咧都相當之精緻，咁啊嗱嗱聲開上俾大家睇。男裝呢隻就大隻啲，其實男女都啱戴嘅，不過女裝嗰隻咧就真係稍為細啲，男士就可能難 carry。男裝呢款咧就40mm 嘅 size 自動上鏈機械錶，而女裝呢隻 size 細啲，34mm 係一隻手上鏈嘅機械錶。男裝呢一款嘅錶面設計相當之特別，喺個太空艙裏邊嘅工作環境，你見到啲卡通人物咧係懸浮咁喺個太空艙上面漂浮嘅。錶款方面係一個復古式嘅設計啦，一個好靚嘅曲面啦，錶底咧都有呢個 Snoopy 嘅卡通人物，咁仲有一個透視嘅機底睇到嗰個自動嘅擺陀。手錶操作相當簡單啦，褪出一格咧就可以調校呢個3點位置嘅日期槍。褪出2格就係調校時間，而女裝呢一款嘅設計咧相當之有特色嘅。咁錶面嗰度咧係一個太空船嘅室外環境啦，你見到呢個 Snoopy 咧就喺太空嗰度漂浮喺度工作或者扮緊工作，而背景咧係一個漆黑嘅星空咁樣啦。而星空嘅設計咧仲延伸到去個錶帶嗰度嘅，原裝錶帶都相當之靚。咁機芯方面咧，佢係一個手上鏈嘅機械機芯嚟嘅。咁向上旋轉就可以上鏈，每次佩戴上滿鏈咧，大約可以行40個鐘頭左右。兩隻手錶隨錶跟嚟嘅皮帶咧，都係一條環保物料所造成嘅皮帶嚟㗎。雖然 Timex 同埋呢個 Snoopy 嘅聯成品唔係啲咩新鮮事，過往出過好多款，但係多數咧都係一啲石英電子錶。難得今次咧採用更有收藏價值嘅機械機芯。而兩款都用上呢個透明轉盤咧，作為一個秒針嚟顯示啊，令到咧錶盤上面嘅卡通人物更加生動。希望咧你都中意我分享嘅公仔錶。臨走前咧記得俾你訂閱撳鐘掣 ，share 埋條片俾啲 friend 一齊睇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